一路跌跌撞撞碰到不少困难。我其实也常常受邀去参加政府的一些审案啊什么的。我也常发现一个状况，就是真正需要资源的人不见得很熟悉，像你讲的写企划书啊、写报告啊、做结案啊。但是有些很瞎的单位，他们就是靠这个为生，一天到晚在写案子，对吧？然后活动办一大笔，但是他们反正官府只看结案报告，你能够把能力搞好，他们就可以达到最后这个钱，就可以赚到利润。那我要是有能力去做评审，我会有时候给分别哇哦！你说的哦，我听到哦。我的意思不是说我要造你哦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说有的时候选择跟公部门合作，不见是最好的途径，因为你相对要付出的那个要去应付他们这样，其实他非常繁重的工作，真正最后能够分出心力做你最想做的事情，反而就一点点，这个是很多民间文化的。所以有时候我反而觉得民间要是有人有能力愿意参与或者愿意投资，或许是比较好的选项。像在座也许有的人会觉得，你们知道，也许可以拉什么线，拉什么管道，也不是马上就要他掏钱出来，但是也许可以跟书面联络一下，看可以什么资源可以结合一下，可以一起做一点什么事情。至少这个事情可以有发展的更多的机会，我觉得这是其实最期待的事情啦。我会加油的，真的。我会当基督徒。对啊，我想今天苏明分享非常多精彩的故事。听完他的这1个半小时的分享，我们现在马上可以做的事情，除了买他的 CD，就是他明天晚上会在这边有演出嘛。对，所以明天7点到10点晚上黄介、小娟还有苏明都会有演出，所以明天大家可以再回到这边来看明天的表演。等一下今天晚上是第一场，明天还会有其他的演出。另外就是在场的朋友是有什么问题？刚才讲的所有的东西，或者有什么心得可以分享，或者要指点他哪里有赚钱的路也不错。我们现在可以发挥有点互动的机会，好不好？在座的哪位朋友要分享一下，或者要提出问题？还是你都睡着了？不会啦，大家眼睛都发亮的。看到基督徒要投资哦。在座朋友有没有人要说，或者有什么疑问，或者有什么想法？不要客气哦。就问很简单的嘛，比如说你们早餐都吃什么？我们早上都吃海胆跟龙虾。因为没有钱去找他的店吧，早餐阿妈说去海边抓龙虾跟海胆就好了。穷到吃龙虾跟海胆。来，请举手，不要客气，难得的机会。这个聊一个，应该看过的人的照片。好啊。这应该是去过。因为刚有问题在问。好。还是这样会不会拖到时间呢？不会，没事。突然的山上，不过现在突然越来越多人喜欢，然后怕被财团把这些地买走。对啊，现在动发条例。这边是绿岛。好漂亮。这个就是突然，我跟绿岛是遥遥相望。对啊，其实这边是主要的部落，然后还有一些小区的这边，然后这边这一块其实一直延伸到这里，就是我们祖先的登陆案，所以这一块其实原住民不敢住在那边，因为那是祖先登陆的地方。可是现在变成 BOT， 财团想要的土地，那如果要盖饭店以后，我们就说我们的祖先从饭店来的，所以我们一直在保护这一块土地。希望可以。然后我训练小朋友的地方大概就在这个位置，在山腰，其实有一根高台，然后我们在那边搭一些简单的就是野外帐篷。像这个是传统屋，其实我最想做的还是传统屋。你说传统屋很容易坏掉，就是台风来就把屋顶吹开。那就继续做啊，像这个技术才不会不见嘛。每年做，你房子就会那个盖房子的那个传统技能就会一直留下来啊。你去当做房子会换皮肤嘛，换肤的那种果酸，而且它盖整排的，就是这种不会破坏自然状态的一个房子。然后可是还是具备一些现代的生活技能，就是如果是茅草屋整排没有很好看啊，可是它又有 WiFi。然后你要打卡，对，打卡有没有？Facebook 打一下卡，看哇，你到哪
泰国啊，什么都是这么漂亮的建筑，对不对？你看 WiFi， 好少有 WiFi， 很酷哦。小朋友，其实阿美族其实晚上其实有活动的，就是夜生活。我们的夜生活就是唱歌。然后我在部落是带小孩是卡车司机的，我就这样开着卡车带他们，然后跟老人家拜访啊，晚上还有就是体能训练，跟年龄阶层，所以孩子们要听上集的，然后讲故事，像小女生这是煮菜，你看他们都要这种大锅铲，才有办法喂饱他们。小女生是做这种简单的，就是以前的比较复杂，但我想要挑战以前的那种织布，但是现在还没有办法。我至少会的东西，我能教的就教。然后现在有一些妈妈看到我在学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有些妈妈说：“哇，怎么年轻人在学这些事情？”然后一些妈妈开始，他们小时候年轻的时候，少女的时候也会做了，然后有激到他们了。我说：“哇，他们都叫我偶像会织布了，你看。”然后他们就开始教他们，其实这些也都是他们的孩子啊。这就是我讲的空麻袋。可是他们现在就是以前都用竹子，竹子是男生削好，然后给妇女或者少女去编织的，这样看。然后小女生就要剪瓜牛跟采野菜，然后割竹笋，这些都以前都是妇女在做的事情。他们剪瓜牛，就有时候很讨厌的，瓜牛那么好吃，可是他们看瓜牛，可以吃，你干嘛怕它啊？它跑那么慢啊，看到是美味的，要流口水了。现在瓜牛不能乱剪了，因为有的地方啊，就是有喷农药啊，不太干净，那些地方都不太干净，那瓜牛不能吃。所以现在都要找到自己的田，就原住民自己种的田。人家都说原住民田都那么多杂草，我说的是有机的，因为不是我们没有要吃杂草，可是杂草后面有瓜牛，然后就是杂草你不能用农药消灭它啊，它也是生物，它也要生存，它就这是野菜，这个都是菜，但它踩在它最嫩的地方，看不出来啊，像一丛草一样，像他们走到植物都是可以吃的植物，这个就在解瓜牛了。在自己的田，相信你看就是美味了，有没有？对啊，苦瓜，他男生在砍竹子，竹子就是大家知道嘛，但是这我家啦，然后我家买那么多椅子，我家已经变成那个部落的青少年集散中心，孩子都在我家工作，这个是一些传统的器具，这样简单，这是去年的。所以去年的孩子还蛮多的。然后丰年祭的时候，这个是成年的才会穿这个，头饰上面才会有羽毛。我们那边习惯这种彩色的，到花莲阿美族海边的喜欢用黑色，然后纵谷线的喜欢用白色，然后用的毛都不一样，有的是用鹅毛，有的是用鸡的毛，有的是用他们有顶级的，用那个1000块钞票上面那一层的。那个叫蓝纸地址，那顶级的，可是我常常看到怎么办？然后这去年刚一批升旗，所以他们的衣服我就帮他们做了。你看哦，现在的都喜欢穿 T 恤，有没有？就是我让他复古啊，让他穿一下。我记得我也想要让老人家看到，就是说年轻人是有办法的。就是这是一种复古没错，可是你要让它变成一个精神的指标，所以才有年轻人愿意穿，要不然现在年轻人也都只穿 T 恤，就尝试哇，我做这一整套，看我花多少时间跟钱呢？都是钱呢。还是小女生吃饭了，这个要气礼，我就要求他们就是在丰年祭的时候啊。我们不要看到任何卫生碗、卫生筷、卫生汤匙都不要，你全部要用传统的器具，就是自己传统的东西去做。他们还不会做，所以都用手抓。要练习嘛，就练习嘛。我觉得就要练习，然后才知道那些东西可以当器具，然后老人家面前去展现这些活力，让老人家也会对自己的孩子有信心，所以他们愿意教的也会更多。
啊，我现在在这边，这是我，唱歌，然后是少女，这是成年的少女才能戴这个包。把卡龙爱啊，很潮流啊，要慢慢戴的，啊，在我们台边，这个不是我了，差不多是这样，这是去年，其实有好多年的啦，就是可能去年的比较多一点，是前年的吧。然后山上他们还不太会搭那个帐篷座，还是结合一些就是现代的东西，但是慢慢的让他们了解了，晚上的都然是这样子，没有光害的。其实某种程度也蛮恐怖的，因为暑假很多蛇，对啊，你万一晚上好冷好冷，那个很凉的碰到你，好舒服哦。你家是什么东西有没有？然后早上就在山上洗澡，然后在山上，然后一起拿刀子，海边，哎呀，树根上嘞，哇靠，一个好多明星的家事，是我，然后带这些孩子都走路哦。其实除了在筹备的情况下会开车以外，其实大部分我都还是让他们走，就体验一下一些，因为都很特别，就是以前老人家取名字啊。一棵树、一块石头、一个河流的弯道，就是一个地名，所以一路走来都是原住民的地名。可是现在大家喜欢就统称一个叫都兰，其实它是很多地名，其实光是听地名就知道这个地以前是干嘛的，还有一些来龙去脉。其实如果这些孩子学会这些地名的话，搞不好就是生态导览很重要的一个导览。这个都是可以玩，可以剧中，这就是我们写的唱剧。就是这个叫拔肉，我们吃饭的就是这个传统饭，有机会去台东吃的，就是很像糯米饭，然后男生比较像是在操体力的，不像女生的很多那种传统的技能在家里，然后我会花一些钱跟时间，就带他们去别的部落交流，因为我也在寻找，就是哪一个部落有像我一样有年轻人的组织的部落，那时候去的是。这个是去台湾组，这我的吉他手台湾组，然后那天有碰到温岚那个，对啊，就是搞不好下次碰到阿妹也说不定，就是带这些年轻人出去交流，他就会因为交流，你知道有文化的刺激，他相对的他自己会比较有自信，然后他没自信的部分，他就会去努力去学习，就这样子一步一步来。这个就是我带去加拿大的孩子。这个也是，这国中生，家里是高中，现在已经算大学了，他差不多就这样。好，我们今天时间